成員叫 Fanning， 其實佢喺呢度咧已經絕食咗幾日㗎啦。咁咧唔知點解咧，佢喺絕食完之後咧，一個武力嘅環境底下咧，竟然都可以俾警方拘捕嘅。警方可取，立即拘人。後面嘅朋友，咁交代頭先嘅事啦。咁頭先有一班行動者喺度衝開西澤停車場嘅鐵馬，諗住開翻條路俾大家可以行到。咁其咧，警方發出咧係胡椒噴霧，而其中一個行動者亦都係今次絕食嘅行動者 Fanning， 啱啱俾警察拘捕咗大車，罪名暫時未知。相信佢哋各位司機都係體驗過眼啊，亦都係忽視呢個中聯辦嘅地方行為啊！我俾最起司機，體驗過眼㗎啦！你就我睇。